巴拉噼里噼里巴啦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各位，我就嚟入青山醫院啦，入院紙都有啊，入院紙啊，入院紙啊，呢張有醫生簽名㗎，真係我都其實好想探下啲青山老友嘅，入返去其實好多人我都識㗎啦。有啲係要喺裏邊住一世嘅，我今次唔知道要住幾耐呢。想俾條賓州俾你哋睇啊！睇我真樣，唉，講咩好呢？我啊呢幾日已經執定晒啲衫褲啊嗰啲嘅啦，準備好一大袋啊，一大袋衫褲要，不過唔使喎，嗰度都有衫褲俾我着，唔使着，唔使帶少少得嘅啦，帶啲沖涼梘液去啊，不過都唔使嘅啦，嗰度都有個供應嘅沖涼梘液嗰啲有嘅啦，我都熟嘅啦啲環境。話俾你聽啊，嗰啲係禁閉式病房嚟嘅，就算你知道我個名啊，都唔可以探我嘅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唉，本來想學倉頡做文員，學倉頡做文員呢，而家冇啦，而家入返青山呢，入返青山啊，冇咩講啦，一陣間先再講呢。